再来看苗栗县卫生局昨起早头份的建国夜市，发现讲有2间打商在卖中国的四手仔，查到2000外包。苗栗县的卫生局是表示讲，因会继续来加强稽查。单位有各种包装的四手仔，不过详细来看，这样是中国制造的商品。稽查人员清点了后，随放起来查扣。因为你这都是违法的东西啊，所以你进口的卫生不是啦，我把东西还给人家，好不好？违法的东西我们没有办法还给他。就算业者有怨言，这中国制造的四手仔也是袂使卖。苗栗卫生局22接到通报，讲建国夜市有人咧卖来路不明的中国四手仔。到现场稽查，确定有2个摊贩违规，计共查扣65项，2190包中国四手仔。没有合法标示规范，就是我们没有经过查验、报验，然后进来台湾的食品，那这些会有依法则，我们的依食安法会有处罚3万到300万的罚款。这四手仔外口的包装拢是简体字，虽然有一寡商品伫其他的通路嘛有咧卖，不过这摊贩所卖拢无食品所查验的登记许可。业者讲，因是为外县市来摆摊，商品是为网络进货。苗栗卫生局已经邀请当地卫生单位依照食安法甲裁罚。若民众看到市面上有遮尔侪中国的四手仔，嘛特别注意。普遍现在市面上很多都是来自大陆啦，可是特别是那种没有包装，你就要更小心。我觉得那个其实不管有没有标示，我觉得那个其实有时候都会写好看的，对，实际上可能他有加，可是他可能就是没有写得很清楚这样。苗栗卫生局表示，无经过正常进口特殊的食品，虽然会当家己食，不过若是要摕来卖，就要经过查验。相关的资讯嘛要用繁体字来标示，民众来买才有保障。记者综合报道。